真欢喜，咱会当伫即个时阵来三件吼。咱今日同齐来吟今日的圣诗，头一首咱来吟圣诗第二首，咱先开圣诗。幸哉幸哉幸哉，这首就是咱真喜意的这首诗歌吼。咱会吟第一节。 真水哦，吼！咱今日有当来到教会，心充满欢喜。足侪兄弟大家拢安尼伫咧念，讲咱当时有法度会当安尼诗，会当搁甲齐聚一堂，吼，足感动的吼。咱即个时阵，即个时刻是真水的时刻，吼，将一切荣耀归予上帝。搁来吟第二节，第二首是第529首。 兄弟，咱先开529首。伫我救主荧光面前。 所以咱搁吟第一摆，伫我主中的光明前，大家主前欢喜和平，主你看到也多无比，我到已经是来感谢你，那着主对我无来个真正。 这首歌真水吼，咱来看吼，第一段吼，迄个第一行后壁遐吼，欢喜和平吼，伊迄欢喜甲和平吼，迄个有一个较长音较低音的，咱请老师搁甲咱弹一下，欢喜和平遐，欢喜和平吼，咱同齐吟即个来，1、2、3来。 欢喜和平是，搁来，第二行即个只极大无比，甲伊共款。来，极大无比来，极大无比，真水。搁来第三行只吼，第三行即个只是就是对伊骹步吼，这有一个声音来，对，来，对伊骹步，对。 来，搁来一遍，伊脚步，来，搁一遍来，对伊脚步。哦，安尼就是真水吼，安尼这就是这几个升降音甲迄个就是那个音节安尼甲调准就好吼。搁来，搁有一首389首。总
个时间交互敬拜赞美。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们都坐得很远了，那你就伸起你的手，跟你附近的人挥挥手，平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同心来敬拜上帝。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一，美好事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正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光明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正相爱。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我们是神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天国子民，我
里面回应，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弟兄姐妹，请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诸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无论我们是在主你的圣殿，或是在家里，或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感谢，因为你的爱将我们的心紧紧的相连。主，或许我们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安慰心里受伤的人，你医治身体病痛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软弱，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学习来依靠你，加添我们更多的力量。主，你与我们同在，
赐下我们信心，让我们更多来跟随你。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把我们敬拜献上，让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敢是对人甜蜜吗？也是对上帝啊？也是我在求，互人欢喜啊？我若要求爱互人欢喜，就毋是基督的奴仆。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伫个疫情的中间，来到聚会，甲大家欢喜斗阵伫遮做礼拜。这是咱请起立，咱来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咱吟全首。
会请坐。这时，咱额头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愿感谢你，你有大能力，当阮软正时，你扶持阮，无绊杀阮，也要听阮，也要帮助阮。我们倚靠你，仰望你一世人。我们将生活中的每一个胜利，拢归乎你。愿你阳光遍照大地，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信阮平安。这时，咱们做伙来启应，请掀开成圣诗启应文后壁面第7章，第7篇，伫启应文是1007页，启应文7诗篇19。现着我来启，兄弟请来应。天宣布上帝的荣耀。这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做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边，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迄边出来，煞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多，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罪，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理的旨意。刷只是献诗，今仔日是双年团契要献诗，所要献的是天父恩典真正大。
接着要来共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自圣经旧约士师记第7章。士师记第7章，兄弟显着，我来读，大家来看。士师记第7章第1节到第8节。第1节，耶路巴力就是基甸，伊甲一切对伊的人早早起来，伫哈律水泉边扎营。米甸营伫因北市的山谷，挖近摩利山。耶和华对伊甸讲：我用米甸交伫百姓的手，毋过对你的人伤多。惊了以色列人对伫我家己夸口讲，是我家己的手救我。第3节，当你着宣布，互百姓听，既然惊吓恁内的人，通离开其列山逃去。对安尼，百姓中有22000人逃去，还有剩1万。耶和华对基甸讲：人还佫伤多，你着带因落去到水边，我要伫遐甲恁试因。既然我指什么人对你讲，这人通甲你去，迄人就通甲你去。我指什么人甲你讲，这人毋通甲你去，迄人就毋通去。第5节，基甸就带百姓落去到水边。耶和华对基甸讲：既然用纸纳水，亲像狗在纳，迄人就互伊另外徛地；既然跪落去啉水的，伊就互伊另外徛地。用手挖喙来纳水的有300人，其余遐个百姓拢跪落去啉水。第7节，耶和华甲基甸讲：我要用这个纳水的300人救恁，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众百姓拢通倒去伊的所在。第8节，百姓手内就打大牛甲因的扫角，基甸找以色列这人，逐人倒去因的步平，只有留这300人。米甸的营则伫伊下面的山谷。另外一位记载伫士师记20节士师记第7章20节到22节。20节，3队的人就拢分扫角，讲破案，倒手举火把，正手举扫角来分。话讲，耶和华基甸的刀，因伫营的四围，大家徛家己的位，全营的人拢走，化险互因都走。22节，分300支号角的时，耶和华互全营的人，大家用刀3台，军队走到西里拉的贝合士他，搁到亚伯米荷拉的界，军地塔巴以上。有主将你的话记在阮心。这时，现在请起立，咱做伙来共读主祷文。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接着是国生牧师要讲道。
今仔所要讲的是以少赢多的基甸勇士。我将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同工，大家平安。今仔日也是基甸会奉献主日，咱今仔日嘛有基甸会的同工谢良俊弟兄吼，来到咱中间，咱拍谱啊，甲伊欢迎。等下牧师会正道较短的时间，然后会留一段时间，互遮兄弟来分享。基甸会的事工以及见证，愿上帝赐福予咱。咱知今仔日的聚会照安尼座位，差不多我楼顶安尼差不多有达到防疫中心的标准就是差不多是这个人数所以咱就是坐头尾第二排坐中央安尼昨嘛有宣布第二个阶段。后一个阶段会开放到80个人，所以咱会搁再甲小会伫小会搁来研议看要安怎来，互咱的礼拜进行，会当照防疫中心的标准，来举行咱实体礼拜。咱求上帝赏互咱，将近2个月已经要到3个月，有的人无够来教会实体礼拜，所以咱8月用安尼轮流来倒来实体礼拜。后一个主日是咱的青年的主日，所以咱会优先青少年、青年倒来聚会，陆陆续续会搁来开放。比较即马较棘手的是咱的主日2，咱的主日2的细囝因为无注疫苗，所以伫这中间咱爱搁爱谨慎。愿上帝帮咱。今仔日基甸会国际基甸会的主日，咱嘛为安尼事工来关心大岛奉献。今仔日用以少赢多的基甸勇士，嘛甲今仔日的主题互相来配合，咱看见上帝伫即个事工的顶面的作为，照着赠送圣经，互真侪的单位，也是咱所住的。咱有时出门去住饭店，住旅社，有个楚天柜台房间的即个中央的柜台拍开，检查内面有一本的圣经，一本细细本的圣经。即马有当时拍开嘛有佛经呢，有当时圣经甲佛经拢有，所以其实即个事工是咱基督教优先来做，就是基甸会用安尼来做。有的宗教嘛对咱的骹步啦愿上帝帮助咱，互咱透过咱的事工会当帮助福音，帮助侪人来认捌主，互咱同心来祈祷。耶和华上帝，阮的主宰，互阮来面伫你的十个月，虽然有病毒的威胁，阮看袂到，上帝你帮助阮。伫即个中间，你来拯救人类，会当重新站起来。阮的社会的处事渐渐来恢复，互人类会当重新来去站起来。求上帝帮助，求上帝你兴起，求上帝你兴起你的救赎，愿阮会当围绕伫你的四周围，愿主你的荣光得到高举，愿主你的快乐成做阮的盾牌，拯救每一个较无理的人，愿主你的公义来显现，愿你的公义成做世间的审判。上帝，你是阮帮助，伫侪国家还阁受到变种病毒的威胁，这世间的处事、地球、人类的行动受到限制。主啊，恳求你。借着这个机会来互阮反省，阮伫你的手中，伫你的大权能的下面，是毋是阮所做所行要合主你的欢喜？求上帝帮助，阮将今仔日的礼拜诚做芳芳的坐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欢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
基甸甲迦南人的战争，咱看到上帝的大权能，就是上帝用少少的基甸的勇士来镇压几十万的这迦南人。所以咱看见上帝的大开力，咱看见基甸经历着上帝的胜利。愿上帝的大开力嘛伫咱的路州，互大家会当见证着基甸的胜利。咱看世间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讲，你若有上好上新的武器，以及你有真好的军队甲勇士，检查你就会当主宰世间，会当主宰世界，你就可以主宰全世界，甚至主宰地球，称霸地球。过去的历史就是安尼甲咱讲，为什么骑马的蒙古人蒙古人会当建立历史上上介大的帝国，暂时也无法度来突破这个帝国伊所管理的范围。伊是对亚洲拍到欧洲去。迄当时靠着什么？靠着骑马。骑马速度足紧的，比你用行的佫较紧，所以就靠着因这骑马技术征服规个中原大陆，以及征到欧洲去。但是伊统治偌久，其实伊嘛无统治真久，了就分裂。所以伫这个世界，咱看到讲，你有上新的武器、上好的武器，你就当称霸着这个世间。为什么咱遮个？为什么美国对北朝鲜、北朝鲜，伊有看到金正恩，伊无会惊伊？为什么？因为北韩有核子武器，因有核子反应炉，因有核子弹，有几粒无解清楚，秘密武器，就不是过去就是发射飞弹，就甲美国讲阮需要粮食，阮需要经济，阮需要资源，所以美国、苏联、中国，看到这个国家佫毋敢对伊动手，就是伊有核子武器。所以咱看到武力爱强大，这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但是咱今日圣经甲咱讲，上帝只有用300个勇士，只有用300个勇士。过去是冷兵器的时代，用这个骑马甲射箭，到进入火药的时代。火药的时代，你若无火药，你就无法度会当镇压战争。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后来是瑞典人，瑞典人甲伊变成这个炸弹的武器。到伫航海的时代，你若无船，你阁用行路已经袂赴。所以看到英国大英帝国叫做日不落国，为什么？伊有强大的这军舰，伊也先拍赢西班牙的舰队，伊就称霸这个世界。到进入工业社会，有枪有炮；到伫这个时代，你要有核子弹。台湾也差一点有核子弹，但是就是破局了。无咱嘛是世界嘛惊咱，所以即摆进入太空的时代，以后的战争可能是伫太空，爱先甲你的卫星拢甲伊断掉，你就无作用啊。因为咱的 GPS 是爱靠卫星的，飞弹要拍会出是爱靠 GPS 定位，所以以后战争是爱先甲迄卫星拢拍掉，才有法度战。叫上帝帮助咱看到上帝作为300个基甸勇士，既然拍赢数以万计的米甸人甲亚玛利人，因为这人威胁到以色列因的生活。圣经甲咱记载讲，因为伊伫以色列四周围扎营，亲像草莓遮尔啊多，因的落得无数，亲像海边的土沙。各位兄弟姊妹，咱来想，遮尔少的部队，遮尔少的人，竟然会当拍赢米甸人甲亚玛利人，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以少来胜罪。而且，圣经甲咱讲是完胜、完全胜利。伫史书的时代，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欺负。圣经记载讲，因连生产粮食都有困难。
表示讲这土地拢互毁坏，你种造的拢甲你收去。咱若想着讲过去伫日本时代，可能有真侪前辈，你捌经历着。日本时代因为日本发动世界大战这个大东亚作战，爱征收什么？征收粮食。所以足侪做事的人，因为着要偷藏一寡米，就待伫咧涂骹底，结果落雨了后，去拍开，结果米安怎拢不硬啊，袂当食。所以迄当时是真困难，战争就是真困难。粮食受到控制，还佫配给，爱分粮票，你才会当去领糖、领米、领盐，因为这拢受到控制。所以伫史书的时代，以色列人受到亚玛力人以及缅甸人会甲因欺负欺压，所以因连要生存的粮食都有困难。而且牛羊骆驼嘛，这牛啊，牛是要来犁田，牛啊是要来互人做生产的工具，拢无法度。所以伫亡国甲亡族的危机的中间，基甸起来分扫角来领导以色列百姓。原本有32000人自愿来参加，讲要来甲缅甸人相战。32000人还无够啊，还无够。总是上帝讲，对你的人还阁伤多呢，会当互一寡人会当转去。讲上帝啊，有没有搞错？是毋是上帝搞错了？对方是那海边的土沙遮尔多，是那亲像草莓遮尔大群。上帝竟然讲32000人还阁真多，是上帝要用这个方法，互一寡心内还未准备好，以及惊死的人，会当先转去。过去有人用真侪方法无爱做兵过去全民查甫拢爱做兵，有人就食较大口的也是讲我着甲一载一载无法度开枪，迄载看甲伊剁掉，也是安怎但是即马无遐尼严格，一寡恁有一寡正头，就当免做兵。但是过去毋是啊，但是上帝伫即场的战争，32000人还阁真多，还阁真多，所以就互一寡人转去，剩1万人。但是1万人阁伤多，今仔日就是透过啉水的方法，上帝阁请一寡人转去。所以上帝拯救的方法，毋是咱所想象的。上帝的方法，毋是咱人的方法。咱人发动战争，就爱征兵，就爱征粮，粮食，就爱征税，爱征兵、征粮、征税，来调物资，做武器，就爱调兵，就爱遣将。但是上帝用兵只有用300个人。咱看到最近的新闻，这阿富汗的政府，的武器有够先进的啊！我看比台湾的部队更较先进。迄是因为美国予因的，美国供给因阿富汗政府会遮足好的武器，但是煞拍输即个因的即个游击队甲因的迄个什么国迄个政权咱看到讲，煞变成安尼，阿富汗规个国家怎乱去，所以咱规个上帝帮助咱，各位兄弟姊妹，咱来想，上帝国的建立，福音的建立，教会的建立，咱要成做什么款的人？以及咱要伫即个时代，要安怎互上帝来使用？要安怎成做亲像基甸的勇士？这是咱所学习的课题，嘛是上帝心意的作为300个人检采是真少，总是胜过万军。这 CP 值真悬，300个人就法度赢10几万人。这种的概念叫做不对称作战，这叫做无对比的战争。咱台湾即摆嘛是咧发展即种的战术，就是讲
你有航空母舰，你有航空母舰没有关系。我有100颗飞弹，我100颗飞弹跟你换一台航空母舰，哦，这种的想法吼，这种的做法。所以过去以少吼赢多的这种无对称的战争，是上帝开始伫基甸的身上，咱看到。伫过去日本要战败进前，日本已经武器真少，兵员嘛真少，因要安怎甲美国来相战？就有这个神风特工队对吧？我用一台飞行机甲恁换一台战船，我用一粒手榴弹甲恁换一个班兵。所以早伫这时代，这无对称的战争，竟然咱伫基甸的心上，咱有看到上帝讲，只要300个人就好。只要300个人会当上战场，这是因的公营，这是上帝托付因的任务，是神圣的任务。但是这个人有甚物种的特质，会当来以少赢多？第一，有甲咱讲啊，无自夸，无夸口，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和华对基甸讲：我用米甸人交伫百姓的手中，但是呢，你的人数要阁真多。惊了以色列人家己夸口，上帝无爱互以色列人夸口，所以讲我300个人就有够野。莫讲你战赢这场战争是靠人的本事，所以上帝是无爱人骄傲，无爱互以色列人因感觉是靠因家己来战赢，所以因会感觉讲我就是出动遮尔多人，32000人，总是上帝讲真。这还阁真多啦，这还阁真多。所以上帝是用安尼的方法来除去人的骄傲，除去人心中的自大。300人其实无济啊，300人要战争其实无济。所以对咱来看是无可能的事，总是伫上帝伫圣经的内面，咱看到上帝来用安尼的方法。来战赢这场的战争，所以上帝是要互这谦卑的人施温伫因的心上，来阻挡骄傲的人。300个人看起来是无法度胜利，总是伫上帝手中，真做勇士，真做精兵。传福音的勇士保罗，伊是属灵的人，伊的祈祷检查会当医好伊家己身躯的病，也是会当有医病的神迹。但是伊伫伊的身躯有一支刺。保罗讲：我的身躯有一支刺，上帝无医治伊一支刺伫伊的身上。这个理由是要互保罗知影讲，你爱伫我的面前来谦卑顺服，因为这支刺你爱伫我的面前来追求我互你的快乐。恐惊你自高自大骄傲，因为保罗较早是伫加马列，这个经学士下面，这个经学士，这个真伟大的教授下面的学生，检查上帝惊伊自大自高骄傲。第二，咱要有坚定相信上帝，咱除了有谦卑以外，要相信主有快乐。有能力，咱知影咱会软弱，但是咱伫上帝面前，咱嘛要靠全能的上帝，这是重要。有名的报道家穆迪这位牧师，伊研究圣经，伊看到摩西一生120年，伊就用120年甲伊分做3个阶段来解说摩西的一生。摩西40年，因为伊迄埃及的公主甲伊捡着伫河边，了后伫王宫内底大汉，有可能接受到皇室的教育即王宫内面的教育，这目的就讲第一个阶段，伊40年，伊40年伫王宫的生活，伊是 I am somebody，I am somebody 的意思就是讲我是某某人。咱看到人戴面具的时阵，我是甚物种的身份？哇，伊的意思是讲，我是王宫内面正王子的其中一个，我是王宫的生活，
后来因为拍死着咧关希伯来人，即个埃及，即个督工，伊拍死着即个督工，迄样看着，哇，伊就逃走到旷野，到进入伊人生的第二个40年。伊第二个40年是啥物？伊第二个40年，已经毋是哀怨somebody啊，伫旷野咧顾羊咧饲羊，咧饲羊。伊讲哀怨 nobody， 我啥物拢毋是，我已经对王宫落魄到伫旷野。伊有可能嘛是通缉犯的用拍死人，有可能埃及的政府有可能嘛是伫发布通缉令，所以伫旷野变做我啥物拢毋是但是上帝了伫刺配稻火中间，甲摩西讲：我要使用你，你爱转去带我的百姓来离开埃及。所以你即摆变谦卑，上帝要用伊。所以摩西伊谦卑讲：我啥物拢毋是我也无口才，我也无钱财，也无口才，也毋是啥物人才，所以伊伫上帝面前讲：I am nobody，我啥物拢毋是，我啥物拢毋是。这是伊人生第二个40年。对我是啥物人到我啥物拢毋是。伊进入了，转去到伫埃及要来带以色列百姓的时，伊嘛感觉家己的气力不足，但是上帝予伊有啥物货？予伊有一支拐啊！上帝提醒讲：你看你手中有啥？我手中有一支拐啊！你甲你的拐啊弹落，我变做蛇。到伫红海的时，你手中迄支拐啊会当做啥？伊指红海，红海就分开分切，海中会当露出大地，海中竟然可以露出干的地，让以色列百姓可以走过去。会当圣经讲大地，伫海中间要有大地。自然界有即种现象无？有有。有的所在，伊个退潮了，一条路会当行到对面有一个小岛，但是要偌远啦，迄可能要到几百公尺我10公里有可能。所以咱看到摩西的手中有拐，是上帝予伊的权柄，予伊的权杖，对somebody nobody到底安那？你是上帝的身体，上帝伫你的心上要显明伊的权力甲权柄，所以基甸互上帝竞选，基甸嘛是真软弱，讲主啊，你还互我有应验，互我有应验，即个棉花啊，放伫外面，伊是焦的，我就焦；伊是淡的，就淡的。真正上帝就透过安尼的应验，互伊知影讲上帝有权柄，上帝竞选伊要来兴起以色列百姓，要来救以色列百姓。耶稣用5个饼2尾鱼的新约，这个新约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表示伊非常的重要。伊是耶稣行的新约内面重要的中的重要。2尾鱼，5个饼，700偌济人，5000个查甫人。咱今仔看，咱有男性有女性，所以耶稣的讲道不止5000人，因为5000个人是指成年的男性，内面还佫有囡仔，内面还佫有妇女，加起来超过5000个人食到饱，佫剩偌济？12篮，12顷，12个篮。遐12篮了会分互什么人？圣经无记载送伊12篮要怎处理？叫12个门徒排咧行嘛，感觉我当时甲食了，我看要食到了然后耶稣学生12个，我食到我臭酸去到尾12个人要有什么人？互迄个摕出来迄个囡仔，对不对？因为你摕出来5个饼2尾鱼，你摕出来剩12个安那，就交互你处理所以这个囡仔讲要分互送就分互送要分享互送就分享互送。所以咱看到讲，这新约摕出新约的人，这个囡仔到最后得到丰盛。
互超过5000个人食到饱，而且还佫有剩。所以耶稣嘛惊，用少少来惊即个神呀。所以上帝讲，耶稣讲，上帝国的譬如，亲像什么挂菜籽，亲像什么面架，面酵，迄个面架一丝丝啊，互面粉规个发起来。迄个挂菜籽遮尔细粒，甲涂沙粉较大一丝啊，会当大张做一张像。圣经所记的挂菜籽，毋是咱食的挂菜咧，吼。啊，若要看挂菜大起来，先生做怎样？爱去万里，万里营地去看迄挂菜树，袂大概大张，但是那个是木本的植物，毋是草本的，是木本的，毋是草本的，吼。所以耶稣嘛讲，上帝国若要兴起来，要对少少开始。第三，咱爱做好准备，咱无放松家己啊。这个时代，咱看着讲昨确诊，较这个人咱会哪少？咱毋通安尼就放松去啊，因为政府嘛一直因为强调，毋通放松去，毋通放松去这个防疫。所以咱看到啉水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压落去，一种是徛地抢水这用水起来啉。这纳水的两种无共款的姿势，佮互一寡人会当当。对32000到10000到300个，所以上帝是用这个方法来试验以色列百姓，这个自愿要战争的人。所以300个徛伫用手来挖喙，来啉水的人。只有300个人，这300个人为什么因会当互上帝来使用？因为因是有境界，在进入备战状态的时候，已经准备要战争啊，兵拢出来啊，要准备小战啊。但是呢，这人是保持着警戒，伊会当看伫远远的所在，然后啉水。但是这人是看到水哇，怎一直伫遐啉？结果可能后壁有部队，也是有敌人的部队。所以上帝要用人，就是遮尔奇妙。福音的工作嘛是安尼，咱爱做好准备，随时做好准备家己。咱爱亲像300个勇士，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得到兴起。我毋知基电会有限制，讲一个会300个就好，因为300个赢过十几万人吼。毋知讲基电会讲咱300个就一会，300个一会，所以咱教会300人就爱组一区，袂当去了。所以咱看到上帝要用的人，无夸口，无自夸。上帝要用的人是有信心活靠，上帝要用的人是有努力做好准备。愿主赏予咱下面咱要请谢良准兄弟来分享基电会的见证。真欢喜来到咱教会向大家来报告阮2021年的基电会事工。基电会是咧1899年7月1号在美国来成立的，所以呢，阮的宗旨敢若一个，就是领人归向主耶稣基督。所以咱在这图面显观，咱会使看到这人因为以早的纸，这以早印册的成本拢足悬的。所以呢，因也是印这册，然后草书白白的放喺旅馆内底互看，来引人，引带人来信主。迄个年代呢，拄啊好是无神论，无神论，会兴起的时代。毋过，咱基电会永远是建立上帝的道，来向人来传扬福音。
所以基甸会呢，已经有121年的历史啊。阮全世界呢有200个会员国，那目前有将近25万人的这个会员。哦，咱台湾呢嘛是真荣幸吼，是国际基甸会内底8个吼上重大的这个支持，这个国际基甸会的这个财务的支持。所以咱若咧台湾吼，若是奉献一本圣经吼，咧国际基甸会嘛是有一本圣经。所以呢，真好吼，这咱已经是台湾吼，咧国际基甸会内底吼是有足有诶足好诶名声。上帝嘛是因为咱吼有足侪人遮尔爱主，互咱台湾诶疫情吼受到控制。我相信上帝是吼咧国民行顶悬，因为咱寻求主，主就祝福咱。哦，所以阮累积到目前吼，已经是甲去年5月底诶统计吼。有24亿本的圣经，去年的前经呢有7100本，也毋过这个数字无够啊！你知影即摆全世界人口偌济吗？78亿。咧去年联合国3月统计78亿，78亿我121年甲分24亿的圣经，绝对是无够的嘛！所以咱一定要搁较大的努力，搁较大的拍拼，为上帝来献上。所以呢，阮即摆有101种的版本的语言哦，来奉送给全世界各地。所以呢，你看咱嘛是有派人去其他的国家呢去送这个圣经。所以你看，顶悬这个图是非洲的囡仔，因拢真欢喜嘛。你得到这个圣经，下骹呢，这是迄个印尼甲马来西亚的这个囡仔因嘛是会使得到圣经，所以。甚至讲，印尼有一个岛，全部拢是信基督教的，这无简单呢，所以呢，阮去年嘛是有人去印尼的一个岛，杨森宇弟兄，咱大的教授去遐去送圣经，真感动人。好，咱台湾的迄个中华民国基甸会呢，1956年咧台北来成立。那么64年来呢，到目前为去年有2646名的会员。累积呢，有阮超过2000万本的圣经，去年一年就送42万本。毋是讲我要送人来要接收呢，有当时我咧南港展览馆，也是咧其他的所在咧讲送圣经，有人嘛无爱插我，甲我当作空气啊。但毋过咱忍耐就生出信心来，无要紧，伊会使拒绝我搁甲送。一届无得到我搭转到伊，我嘛是搁甲送。我希望伊的灵魂会使得救。所以呢。我一届呢，甲阮的迄个宋理事台北特区的迄个宋理事去这个马祖去送圣经，无人要摕啊！你知影马祖这个所在偌迷信的，菩萨的数量有几万尊啊！马祖的人口600-8500个人啊！菩萨的数量比人口搁较济，这偌迷信的国度啊！求主来怜悯因毋过真欢喜当我领上圣经了后，转来我听到迄边的牧师甲我讲东引即摆已经成立一个迄个聚会的所在是教会分派出去的所在这是福音传教的所在。所以东引的做兵的官兵、公务人员甲迄当地的渔民，拢会使踮咧遐咧聚会。所以目前咧马祖总共有3间教会南竿2间，北竿1间，东引一个聚会的场所，所以咱也感谢主。所以我若去遐圣经的时阵，有的人无爱摕，有的大陆客嘛讲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想想，我甲讲，这是战地版的福音书，因为阮基甸会有一本迄个迷彩迄个破画面迄是我甲讲战地版的福音书因拢叫是纪念品啊。哇！赶快给我一本，给我一本！阮早几下收，真紧就分了。感谢主，赏赐阮智慧，互阮有机会来引带人来信主。所以呢，阮透过个人的见证，联合侍奉、赠送圣经，来达成咱领人归主的这个目标。所以呢，阮的目标就是咧教会、病院、旅馆、监狱、甲军中以及警察单位来使用。咱嘛使摕这个基甸会圣经来送予咱个人咱的朋友、咱的亲情来使用。所以咱来看一本
咱才有遮侪种版本吼。那迄个较精简版的吼，就是一般的学生中文吼。啊，学生中文这边，学生中文这边这一本的成本是50块所以呢，我当初时呢，嘛是因为接受到基电会的圣经，我17岁的时阵，40几年前摕到这本册，这本册即马印一本圣经的成本50块，也毋过我摕到这本册了，翻转了我一些生命，所以我40几年来我咧教会的奉献。我咧基电会献上，这个价值大超过这本册当初是印的成本，所以感谢主，生命灵魂是无价，也毋过咱开少少的钱，就会使引带人来主的面头前，互咱咧生命树内底多结福音的果子，果子啦，好，所以呢，咱有遮侪种的版本的圣经，咱嘛是有这个。学生版，还是迄个战地的迄个迷彩版，还是中英文版，也是大字版。所以咱遮若有一寡慕道友，也是圣诞节来咱遮参加的，有足侪教会拢会送遮老人，即个大字中文版，互因看较有即个字较大字。后壁迄两本是迄个精装版，佫有护士用的，嘛有感觉用的，嘛有迄个泰文印尼文加迄个佫其他的迄个东南亚语文，塔加洛语这些拢有。所以呢，咱若是有需要嘛会使甲阮即个教会应该拢有会使甲教会索取遮的迄个基电会的圣经来送互咱的亲戚朋友。所以呢，阮每一笔所收的奉献，拢会用咧印咧圣经甲运送的即个路程咱的圣经其实是咧南京咧印的。去年疫情的时阵，拢封锁嘛，所以呢，感谢主啊，咱祈祷，真紧圣经就拢印好拢来啊所以呢，感谢主互咱的传播福音的事工永远不间断所以呢，福音呢传到地极，就是讲，咱咧台湾若印一本圣经，咱咧外国同款，咱台湾的中华民国基电会嘛是就这钱送给国际基电会，互因咧全世界各地来领人来归主。好教会呢，甲基电会呢，提供了人甲财力的支持，所以呢，教会是咱基电会的母体咱基电会是教会新展出去的一个宣教的膀臂，所以呢，咱承担咧教会内底好好献上，好好努力。你若感觉讲佫有气力，会使加入基电会加做这个外展传福音的事工，来多结果子所以呢，我写了，我得到一条什么？永生的门票啦，天国的门票这是张门票。这门票就是生命册的门票。这名咧搭呢，名咧生命铺顶悬。我若拍拼努力，生命册内底，我希望有我的名咧生命簿顶悬，记载的顶悬有我的名分，我就会使进入天国，领受上帝的产业，领受伊永生的恩典。若是讲我写了，摕到这个门票，天国的门票，我搁去敬拜偶像，安尼我会使上天国吗？袂对无？生命册票一定无我的名，因为我背叛了上帝嘛。所以这张门票就变成废票。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拍拼多结福音的果子，互咱的生命册顶悬有咱的名所以呢，咱所引出来的人会使进入教会来接受教会的牧养，互教会更较大的成长。这就是咱基电会甲教会联合做为上帝来服侍的一个单元。所以呢，传递神的话语呢，这是互人有愿望的。这个愿望不是希望，是有带着上帝应允的这个应许的盼望无同那因信呢有喜乐来平安来跟随着咱神的话语嘛是咱随时的帮助。所以咱先寻求神的话语甲以早迄个旧约的人、旧约的皇帝，拢爱抄写圣经同款来做因施政的参考。所以我再分享一个非洲的这个故事
有一队生理人去非洲咧旅行，所以咧因遐旅行是讲咱来开拓商场，看下生理人要做无吼。因为这个部族以早是拢无开放的，足原始的部族，所以呢，伊看到一个人咧树仔骹看一本册，这个领队咧就甲问讲：你读什么册啊？吼，这当地人这土人就甲讲：我伫咧读圣经啊。所以领队讲：这本册啊，早就落伍啊，我早就无爱读啊。你若搁读这本册咧？结果咧，这个土人啊，甲讲一句话讲：若毋是这本册啊，你早就伫我的腹肚内底啊。原来啊，伊都是食人骨啊，食人肉、啃人骨的是民族啊，伊是野蛮的民族啊。这个领队拢唔敢讲话啊，因为伊若讲，咱要去跳食落腹去要安怎啦？若唔知啦，人就唔知讲伊去非洲倒个所在，就要消失去。所以呢，领队感觉讲，哇，信靠上帝，真正是有福的人啊。所以这个野蛮的民族呢，因为上帝的话语呢，改变了因的民族，所以因开放因的社区。因互人来外口的人入来因内底，因毋捌字，牧师教因读册捌字，所以因有法度看圣经，所以呢真好信上帝真好，所以因的经济、因的生活大来改善，因成为一个文明的民族。咱来看嘛，1900年的时阵，非洲敢若有700万人的基督徒啊，即马已经成长90倍啊。已经是6.3亿啊，6.31亿，基督徒占5成以上，即摆要到6成，真欢喜。你甲看，南部非洲的南部拢是基督教的国家，尤其是伊索比亚这个国家，南非这个，北边是伊斯兰的国度，所以呢，咱继续打拼。咱700万人，打拼到6亿外，咱一定要为上帝找转来更较侪囡仔，来将福音传到。传遍了全世界，所以呢，埃及有一个教会，伊叫做圣西门教会。这个教会内底呢，伊就是洞穴教会，是全世界上大间的迄个洞穴的迄个教会。这个教会每一个主日有几啊堂总共有7万人咧遐聚会。所以呢，人口越来哪来哪济，信主的人哪来哪济，也毋过所在无够用，因就边仔土地甲买起来，坑甲挖较大坑，因为土较凉啊。挖较大坑会继续聚会，所以呢，这个教会真兴旺，真兴旺。所以呢，毋过因遮人呢，是足善良的人呢。因为因拢信基督教，所以埃及的政府、埃及的这个公家机关拢对因有限制。遐个企业拢无爱接纳因，遐伊斯兰的迄个使徒因遐人所创立的公司、私人的公司拢无爱用因。要创啊？去捡粪扫，去做资源回收啦，安尼因嘛法度生存啦。所以呢，因遮是粪扫人，人拢咧甲欺负。也毋过，因是咱的兄弟呢，咱是一家人呢。咱甲遮人讲的垃圾人呢，咱拢是上帝宝贵的囝儿啊。咱专心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的怜悯甲恩典呢，永远不离不弃。所以呢，咱看以赛亚书19章内底有讲一句话，伊讲我简单讲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的手中的工课，以色列我的产业拢有福啊。所以埃及是伊的百姓啊，是啊，咱要甲埃及人、甲其他全世界所有属神的囝儿共同来拍拼，做光做盐，正做这福音的芥菜种。咱嘛是要做天下顶悬的守望人，来为这灯塔顶悬放送出福音的大光，和远航的船只来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呢，53%的世界人口有偌济人啊？78个53%就是40亿人呢。因的生活费一工无到2块银啊！你要叫伊讲食穿就无法度啊，佫有法度摕钱去买圣经吗？因无法度啦，因佫毋是基督徒，因是安买圣经。上好的办法。送伊圣经，互伊生活得到改变，互伊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呢，咱有12亿人啊，伊拢毋捌有家己一本圣经。所以呢，咱基甸会重视人的灵魂得救的这个机会。伊寄纸我会使搁甲送，这就是一个机会。所以呢，一旦伊若得救，哇，伊的人生会得到上帝真大的
会保守。所以呢，咧住再来进前，咱拢爱来互大个，即个全世界的人拢有法度机会，有这机会领受到这福音。是安怎讲呢？阮无希望讲有人上帝耶稣要过来的时阵，有人甲耶稣讲：耶稣啊，我毋捌你，因为无人将福音传互我。我话安尼，这个不种不收的基督徒啊，就有祸了。所以呢，咱来有备这个主再来的机会所以呢，咱来有备的道有备的道路。所以呢，基甸会诚诚恳来邀请各位。咱若是有这个机会来加入基甸会，也毋过先从教会的工课来献上，来加入基甸会，向牧师来报名。所以呢，咱会使做外展的事工，多结福音的果子。所以呢，感谢各位兄弟长期以来对基甸会的支持那感谢咱的教会咱咧灵内底合而为一共同来传福音。所以呢，你若是对基甸会有兴趣，欢迎你用你的迄个手机翕相翕这个 logo QR code， 也是搜寻这基甸会台湾的基甸会网站，看阮的见证，看阮咧做什么款的事工。手中一个迄个奉献袋啊。咱若是有对基甸会有奉献的上帝拢会纪念咱。倒一天若是咧天国的时阵，咧外国咧非洲、咧中东、咧东南亚，若有人领受来信主的灵魂得救的咱拢得到上帝奖赏感谢大家，这是我的报告，感谢。咱用祈祷来先用祈祷来回应这当工所甲咱分享的，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求上帝你兴起基甸会的工这个基甸勇士，伊所竞选的士师，伫以色列还未建国的时，来做迄个时代的领袖，带领百姓起来，为着生存，为着主你的国度征战。求上帝你帮助，少300个人，竟然得到大的胜利。主啊，感谢你，主你嘛使用国际基甸会伫台湾这个分会，会当做传福音的工作。借着赠送圣经，互学校，互真侪还未信主的单位，互因摕着圣经，迄种的欢喜，佫会当伫内底的内容来认捌耶稣，认捌真实的生命。求上帝你帮助，嘛互因得到会当进入天国的门票，互圣经变做得到永生永活国度的门票。求上帝你帮助，是阮伫基甸会时间，互阮为着这个时间，大祷关心奉献。主啊，感谢你，基督奉靠最后所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回应诗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现在请起立，咱吟转首。无论经过
但我听你的那亲，将我生命可努力，保证我自己大稳定。祝你看病，看无家己，阿生的苦，使你清气，你好模样，我路来行，行做一个，大家相听，今日叫主做我目睭，带我经过深刻旷野，兄弟姊妹正做一体，大家同行天路无退。日日交陪，若久若亲，无白经有，三条无尽，啊我应该归地上帝，你做恶路，你到万世。请坐，请坐。下面是奉献，请奉献的同工准备。现在请起立。所以咱做伙来读金句。金句伫周报的正面下骹，咱台语甲华语各读一遍。来，请台语。耶和华伫悬有大能力，赢过这个水的声，以及海里的大涌。华语来，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诗篇第9篇3到4。93篇第4节。下面是消息的报告。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来到这？无哈。来消息报告，本会，咱咧奉献的时，然后兄弟伫咧奉献，咱就要伫咧每礼拜5前12点前回甲这个干事报告，就是咱来写名、电话、甲转账的日期，银行的这个账号，金额偌济，奉献的项目是啥物，立效
若无法度立孝的时，咱若无注明立孝的时，咱会写自知民的即个感恩奉献，嘛无法度互你个人来奉献证明。即个奉献的账号伫咧顶悬国泰世华，咱家己看。第二，全国防疫二级的境界延到9月初6，咱实体聚会台语堂甲华语堂礼拜服侍的人员，请注意服侍，日期配合当来教会服侍，咱即个主日礼拜3楼甲4楼，拢总是50人。其他青少年即个青少年的团契会当伫咧华语礼拜后组织。下面咱请大家兄弟，咱家己来看。咱的室外保持是1.5，专程爱戴喙烟。要入来教会时，咱会记个即个扫描 QR code， 若无扫描的，咱就要做登记。第二项，9月份的实体礼拜分配的原则：第一，每堂的礼拜以50人为限，台语堂的长辈为无参加团契的常年。即个9月初5到9月26，咱的即个华语堂甲台语堂的即个时间写伫内底，咱请家己看。第三，今仔日是基电会募款主日，伫遮欢迎谢良俊兄弟来甲代表基电会前来报告时间，咱伫遮搁一届甲抱声一下，谢谢。感谢因真上圣经领人归主的理念。第四项，8月29的主日联合礼拜，本来青年的时间主日，请青年团契遮少年准备一个自办心来服侍。第五，本会前牧者林方明传道师创立牧师就任的礼拜，是伫杨梅教会宣教牧师派伫富冈荣耀教会。收集的感恩礼拜是伫个8月29下晡的3点。因为防疫二级的境界，无法度去参与，所以希望大家兄弟若有机会，咱两个伫个线上来管理。伫咱手部顶悬下骹有伊的即个线上的即个伊有即个网址，咱家己拍家己点。第六，特别奉献教会营运的设备，希望兄弟大家若有感动，咱会当来做奉献。第七是每礼拜3暗时的查经会，请兄弟大家踊跃参加。第八，每礼拜4是双年读经班，嘛欢迎即个团契的兄弟姊妹甲新的慕道友来参加。第九项会计报告，兄弟咱家己看。咱遮有一个新的罗廷玉姐妹，咱若有机会欢迎罗廷玉姐妹会当过来继续来教会。下面是基地小通，为着肺炎疫情来祈祷，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着医护即个防疫的人员，使伊平安，甲咱同在。疫情的即个升级，咱台湾的经济失业人口侪的即个升悬，原主使人民开咱经济活路，互大家会当伫个经济上、工课上，拢会当有一个好的即个上帝带领，愿平安归伫阮厝的人，也归伫近厝的人，而且要医治伊。这是耶和华讲的，以赛亚书57章第19节。第二，极端的气候变迁，这个天灾伫个世界各国足侪，希望上帝疼痛甲人民来，或者天灾拢会当紧紧来刷去，互人民过了好的生活。第三，咱教会有一个姊妹林丽凤姐妹母亲。林简阿生女士，伫个8月13安息主怀，享年是93岁。定伫个8月29宜兰福园举行告别的礼拜，愿主安慰遗族的心。第4项，到第15项是
机体相通的部分。望大家兄弟，咱伫厝诶，找时间随时代替因祈祷。望因诶身体会当因为咱的祈祷会当好起来。综合消息，新冠肺炎疫情慰问金的申请办法写伫个遮，吼，咱能够家己看。若无清楚的，咱会当敲电话来教会问干事，还是无事。以上，无事有要补充。咱伫遮也恭喜后面谭德书要就任阳明教会派驻伫荣耀富冈教会的宣教牧师。伫遮咱小会已经嘛有决定会赠送礼金，总是因为防疫有50人，也是讲80人的限制，可能咱无法度亲自包游览车去管理，所以咱周报顶面有一个 QR code， 到时阵咱就扫这个 QR code， 线上管理，以及当拍这个 Facebook 这个网址YM 秀区杨梅教会这个 FB 来管理这以上大家报告我变是389首，请起立，咱银蛇转手。我落上帝至权至尊，煞接请牧师为咱祝祷。我落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好万本，必定受天王我乐背行相信。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殿被上帝听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会得避讳。